为什么偷我法宝？谁偷你们法宝了？就是你们偷的！就是你们偷的！就是你们偷的！谁把人的法宝都放你们自己屋里去？拿出证据来！拿出证据来！谁承认吧？就是你们偷的！承认什么呀？谁把人？就是你们偷的！偷的法宝都放你们自己屋里去！ 他们已经吵起来。别吵了！别吵了！还不承认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最好跟我说清楚。血口喷人，简直是污蔑！污蔑！就是。难道我们万毒门的弟子还会把东西塞到你房间去不成？够了！不要轻举妄动，先找鬼王评个理。谁不知道你秦无言勾结鬼王宗，要娶那碧瑶当老婆？鬼王怎么会不向着你？ 所以呢，你不敢去见鬼王，走就走，怕你不成？玉阳子呢？玉阳子，你也太着急了吧！一心想进山寻宝，现在找不到，居然还敢下手偷自己人的东西！就你那些破法宝，我长生堂还瞧不上呢。一定是有人从中挑拨离间，大敌在侧。 不可因此小事而罔顾大局。哼，小事，法宝全部丢了，这是小事。即使是敌人所为，都拿了法宝，为何不全部毁之，还要放到长生堂房中？这不大可能吧？哦，这恐怕。 是有人被占了便宜，气不过，借刀杀人吧？玉阳子，你说话给我当心一点。鬼王，那这挑拨离间之人，不会是你吧？我万人网做事向来磊落，这种小伎俩有什么意思？哼哼，你包庇敌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谁知道你在想什么？还找了个青云门女婿，迟迟不肯动手。 该不会是你让你女婿做的这事吧？啊，毒神，我昨天是给足了你面子，你若要再胡言乱语，就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万人王，那林惊羽人呢？被人私底下放走，找不到了。放走了？不会是你女儿放的吧？玉阳子，怎么？ 好吧，狗咬狗一嘴毛，你们分个上下高低，我先走了。师傅，鬼王宗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咱们也走吧。哼，宗主，该怎么办？不要紧，就让他们去打头阵吧。 消耗了实力，我们再上山。既然是这样，就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师傅，请听我一言，千万别冲动。师傅，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打头阵，青云门一定早已做好准备，谁先冲上去，定会遭到他们的当头重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不如。 咱们等鬼王宗先动手，跟在他们身后，这样才最安全。秦无言，你到底是帮哪一头的？他们把门主都气成这样，你现在居然还要让咱们去求和？绝无此事。我只是说，眼下攻打青云，实在不是一个好的时机。
那你是觉得，咱们万毒门定会败在青云山上？师傅法力高强，青云门那群废物怎么会是师傅的对手？弟子只是担心玉阳子他们渔翁得利。那你怎么知道，咱们攻打青云门的时候，鬼王宗的人马不会趁机把咱们给卖了？你说来说去就是想让师傅回去。哎，你不会是挂念你那个未过门的媳妇儿吧？师傅，无言，你私底下与鬼王交往甚密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师傅，弟子是为大局着想，替咱们万毒门监视鬼王宗。弟子不也是为了本门带回了不少有用的消息吗？好，既是这样，那要回去，就你自己回去，留在鬼王宗，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，随时向我报告。还是说，你已经被那个丫头迷得晕头转向了？在弟子心里，最重要的当然是师傅，还有万毒门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但是，千万别让我发现你有一丝的反心。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毒蛊。是。其余人，随我出战，攻打青云山。是。小凡，小凡，我知道你在这附近，你快出来！小凡。
枝桠还赤脚，铭心又刻骨。我这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哼。 原来这偷换法宝、一箭双雕的计谋是你设计的。之前发现你也来这儿，所以我特意来此，与你了却几桩心事。只可惜，我也不是余都的城防官，而你也不是城主了。是与不是暂且不论，我来这儿就想问你一句话：这一路走来，你当真做得问心无愧吗？ 当年你如今看起来，似乎成长了不少。只可惜，你错失了一个最好的机会。刚才，你本可以一箭重伤我，可惜，你没有出手。若是换在1年之前，也许我会这么做，手刃仇人嘛。可是我不想。秦无言，最后问你一次。 如果我原谅你的话，你会回头吗？你连你外公的仇都能放弃，让你回头，比杀了你更有价值。不可能！我不是你。你从小出生在无忧无虑的青云，一直是门中的中流砥柱。 你就是跟张小凡在一起待久了，才学会了他那一套。而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，用不着任何人来同情我。出剑吧，少城主！杀了我，你才是余都的城主。出手吧！没想到最后还是得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 万毒门和长生堂的人都已经撤走了，可以准备了。
村里的炸药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来吧。说过，你根本就分不清谁才是你的仇人。我这不是为仇恨而战，小凡不是，鲸鱼也不是。哼，曾叔叔，本事长进不少，若你外公还在，定会老怀安慰。他一定会安慰的，因为我还是我就是曾叔叔。你们虽然说了各自下山，但是怎么能扔下你呢？既是如此，那便一起上吧。邱岩，你恩将仇报，天理不容。不好意思，张小凡，想动他，须得打败我。没问题。爹，你没事吧？这个是避毒丹，来，分一下。我临出鱼都之前就知道会碰到万毒门的人，特意让小环准备了避毒丹。曾叔叔，你长大了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对了，爹不是不让你回来了吗？爹，你还说呢？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哎，我娘呢？放心吧，你娘没事，她现在正在峰回峰。倒是你，见到张小凡他们了吗？他们都回来了，我们和青云同生共死。还是你田师伯说的对啊，爹也相信你，无论如何都会回来的。众弟子听令，守住此门，直到最后一刻。是。
玄煞，化为神雷，煌煌天威，一剑引之。撤！师傅呢？师傅在里面疗伤。师傅，你回来了，雪琪。外面情况如何？魔教又杀上山来了。我们想出了办法，准备分头将他们击破。敌人势大，我看你还是不要留在这里了，带着天涯剑和你的师姐妹们一同离开小竹峰，找个地方。师傅。师傅，自打您第一次带我回来，我就将青云当成了自己的家。雪琪是绝对不会离开您的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也罢，带出了你们这些弟子，乃是我生平最大的成就。雪琪，文明，既是如此，我们师徒就一同出战。是。离人追，那你就是魔教长生堂的刺客周隐吧？你是谁？是你，你是万剑一，马上离开我们青云祖师祠堂，快走！斩龙剑，乃是取自南疆疾苦之地万载绿经所铸，斩杀奸邪无数。若用此剑，必定要下定决心，以攻为守。就算功力不够，也要下定决心斩杀强敌。非如此，不能发挥其神力。一定要记住。弟子谨遵教诲。你下过山了？是。见到你师父了？他已经是本门的叛徒。靖宇啊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就算他是个叛徒，他也是你一辈子的师父。这个既是从你身上开始，也必将在你身上结束。
他已经走了。我想过去找他，可我不知道他会去到哪里。据苍松拜入青云门当日所言，他全家被魔教炼血堂所杀。当时师尊，包括道玄师兄，从未怀疑过。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只是一个谎言。他只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孤儿，而青云门上上下下竟被这个谎言蒙蔽了上百年。师伯，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他，与他解决这场夙愿。青云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不要为了这个仇恨而活着，否则你就变成了他。弟子明白。如今龙首峰戒律堂失去了掌座，想必你的师兄弟们都人心惶惶。而你在祖师祠堂面壁罚期也已经过了，去你该去的地方吧。是。金羽，把那个盒子带上，送到通天峰。不管道玄师兄伤势如何，都要亲手交给他。事关重大，千万不能弄丢了。魔教狂徒，欺我龙首峰无人吗？师兄弟，各位师兄弟，我已经被逐出龙首峰，不再是戒律堂的人了。怎么，想投奔鬼王宗吗？鬼王不把女儿嫁给你，你当不成他的女婿了。师父又背叛了青云门，我看不如这样，我勉为其难，把你收在长生堂门下。我林惊羽此生行事光明磊落，不管你们怎么看我，我始终都是青云的人。玉阳子，受死吧！给我杀！快往通天峰支援！是。看来多了不少做骨的材料啊！休想放我青云！师兄，齐师兄，没事吧？齐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小凡。
小凡，臭小子，今天没有鬼王护着你，受死吧！没想到，你的功力变得如此高深。小凡，小凡，和他拼了！上！小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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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醒醒啊，小凡！小凡，小凡！醒了，小凡，慢点。来，你瞧瞧你，大敌当前，疲惫力竭之下，还敢与毒神硬碰。来，把药吃了。大黄丹。那年你被你师父打了一掌，也是吃了这个调理内伤的。不过你现在内息紊乱，千万不可以再枉动真气了。谢谢师娘。你这一日一夜都跑哪儿去了？你大义师兄他们几个在通天峰到处找你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下山了。那个叫碧瑶的姑娘呢？见着了吗？师娘，你不怪我。傻孩子，师娘知道，感情这事是没有对错的，你自己也不要太过于执着。如果与他兵刃相见，我可能还是下不了手。但是师娘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倾向于魔教的。你自己心里有主意便好。其实你师父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责怪过你。师父呢？还在通天峰守着呢。你的几个师叔都受了伤，眼下也只有他才能与鬼王一战了。哎，你别乱动。你别担心，我跟你师父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自当同生共死。咱们大主峰虽然人少，却也从不退缩。你刚吃了药，再休息片刻，待会儿我便带着你们一同前去。还好有小凡及时赶到，要不然，你恐怕……别怕，师兄不会有事的。这一次，咱们大家都在呢，哪怕是要死在一起，也不负青云千年威名。只要能和齐师兄在一起，灵儿就不怕。没想到，张师弟会回青云，还救了我一命。先前是我错怪他，以为他就那么走了。这一点，师兄你大可放心，小凡他是绝对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。师姐，师姐，齐师兄，小凡，谢谢你救了齐师兄。这次我们打赢了魔教之后，我跟齐师兄就要成婚了。恭喜你们了，齐师兄，你一定要好好待我师姐，她一向是我们大珠峰的掌上明珠。小凡，灵儿，随我来，驰援通天峰。是。
师伯让我带过来的，嘱咐我亲手转交给掌门师伯。好，就是拼尽全力，也要守住我青云。是，师叔。贵王现在马上就要打进来了，鲸鱼，随我迎敌。100年了，终于又来到此地了。只是不知当年两教大战之后的遗骸是否仍有英灵？不知青云的历代祖师是否还能料到今时今日的这一刻？鬼王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处心积虑、机关算尽，要离间我青云。可惜呀，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弟子了吗？我们青云上下一心，同仇敌忾。哪怕是战到最后一刻，也绝不会有任何人向你屈服。天不易，交出诛仙剑，我可以饶你们这群小辈不死。哼哼，待你屠尽我青云之后再说这话不迟。负隅顽抗，不智至极，我倒要看看你们青云门到底有什么能耐。那就来吧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几朵，谈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的情愫，眸中的淡薄，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我醉在尘世中。